找人来弄我啊！再找人来弄我啊！干！我说的都真的啦，我印堂早就有感应的啦。观音菩萨说会红啦，我不知道怎么红啦。干！你看馆长都是妈干红的啦。你们联合那一些黑道、那一些装监听、手机装监听里面的人来找我麻烦啊！干！再找人来弄我啊，让我挡我财路啊！再找人来挡我财路啊！他也认识很多啊，演艺圈的人，我不知道他认识谁，我不知道他的底是多大，但是我广告位是选不到，原因也有可能就是其中之一。我知道很多人现在陆续在看我的直播，对我就是这么倒霉，可以吗？我会每天念经回向给你们，再挡我的财路啊，再找人来挡我的财路啊，再来弄我啊！我说现在社会是讲究法律与证据，我东西还留着，如果你们再找我麻烦的话，我真的会不客气。我说真的，我都还留着。我也不是没有演过黑道，我也不是不认识黑道的人，我怎么会怕黑道的人？我做服务业做那么多年，我不是没有认识黑道，我也不是没有看过世面。为什么我可以演黑道演得这么的，导演都会叫我演？就是因为我可以知道黑道到底要怎么样的感觉。我也看了很多黑道片，我真的那时候，我前任真的说要找人来弄我，他在中立的空地概念3馆做，我不用怕说哪一间店，他叫做 Leo Hank Chen， 他都知道什么事情。因为我之前的店早就收买了他的朋友来找我麻烦，都被我发现了。他其实都知道，他朋友所有的事都跟他讲了3个小时。因为我有看到，我把他封锁。如果再找人来找我麻烦，你自己会自找苦吃。真的，我说会自找苦吃啊！有些人会得到该有的报应。我说人在做，真的天在看。再找人来弄我啊！再找人来弄我啊！我合伙人说要找人来弄我啊！他说他没有在我手机装监听啊。要是我把卡片拿去报警的话，什么叫做没有装监听？3通打电话的电话不是我的电话，现在还在找人来弄我，干！再收买人来弄我，干你啊，干！再找人来弄我啊！再找人来弄我啊！干！我是男生了，干！再找人来弄我啊！你们这些教会的人，干你啊！操！再找人来弄我啊！再找人来弄我啊！干！我说的都真的啦。我印堂早就有感应的啦，观音菩萨说会红啦，我不知道怎么红啦，干！我敢讲出来，就是我不会有事啊，你们会有事啊，干！不要看人家好欺负啦，不要看好人好欺负啦，干你啊！操你啊，鸡巴干！你看馆长都是妈干红的啦，干！再找人来弄我啊，你迟早会有报应的啊，你们这些人，再找人来弄我啊，让我挡我财路啊，再找人来挡我财路啊！你们联合那一些黑道、那一些装监听、手机装监听里面的人来找我麻烦啊！干！我知道这预言会应验啊，因为我手很麻，我现在手很麻，我就跟我去拜关圣帝君一样嘛。我现在直播就到这样子了，我也没有在怕任何人的。要是有人来，就这些人就吃了。